插播上新的画面，继续要来关心行政院按算要废除印花税，结果台北市有可能因为安尼减49亿的收入。市长郭文德下早经体中央讲，敢若向开支票，这个敢若看眼前尔尔。现场详细的情形，咱做伙来听郭文德详细的讲法。印花税的事情好像对北市的税收影响很大。印花税哦，昨天财政局有一个报告上来的哦，中央印花税是这样的哦。它只要一停止啊，我们台北市少掉49亿的税收了哈。那当然是这样，我也知道选举快到了，你知道哈，为了选票，你知道哈，大家都要当圣诞老人。但是这样，你要把台北市拿掉49亿的税收，那我就要问了，你有没有什么补偿的办法，或者说你要从钱哪里来？然后还有一点呢，因为以前那个汽油燃料税呢，一开始是60亿，那就减到现在只剩下30亿，所以我还是一样要呼吁民进党政府，选票是一时的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政策是长期的。你今天如果要把台北市拿掉49亿的印花税，那你就先跟我讲，未来几年你到底那个少掉的钱要从哪里来？所以我看这个些呢，我每次讲说哈。有任期的选举制度，加上没有历史观的政治人物，造成今天台湾的政治上的困局嘛。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嘛。印花税要取消，我也没有意见的，因为这个是轻政、减政、轻税，这个原则我是同意的哈。但是你要先告诉我说，你这个49亿拿掉，我台北市的这个税收要怎么应付？是49亿，不是49元呢，49亿呢？那你今年如果明年不见了，那请问你从哪里来？所以这样。钱又这么多哈，所以我还是不太赞成说选举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真的选举支票一张来开啊！问题是明年怎么办？那后年呢？所以当然你用特别预算什么哦，就今年给我49亿，可是我要问的是，明年后年呢？所以还是要有长期的规划，不要随便喊价，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该做的行为。